大家好，我是阿基们，你的应该会记得你的名字。大家好，我是英子，你们应该会记得我的名字。今天呢，我要去哪里？我要以去年全国冠军的身份，跑去全国语文竞赛的会场。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无法通入去，不过我唱去，我在去参加的欣赏天，因为今年拄好去当地的桃园，不过我就拄好去参加欣赏哦，因为风暗台暗人，我真的我同我等下就等下过去哦。下到咧高铁桃园站，我去坐嘅桃园嘅捷运，有天快坐桃园嘅捷运咧，哇，很特别咯。下是到咧全国语文竞赛嘅比赛非常高，因为我今年唔係参赛嘅线数，所以我冇法同意去。大家看一下，就讓我唱到在點樣嘅聽，等下跳落去前面嘅欣賞。哈，一下係安布亞嘅，應該8點半差唔多。我總算準到學校誒，今日同我現場講話講到挺歡喜，啊，講到你花蓮嘅，講到我嘅昔日站，今年都得到了東浩嘅兩次，他們都得到了很好的名次，我覺得非常的開心。我今天去就是一直去拍手，一直推啲圖嘅樸素誒。樸素好啊！你們嘅樣片就到要被結束，大家可以記得K3聽你嘅分享留言，用在禮拜過後我記得來哦。我係阿姊妹，走嚟了。